好，各位兄弟，大家早，大家平安。咱们来开始今仔日的圣经的讲坛。今日早起咱们来听过兰节，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过兰节麦克风。好，咱三角来祈祷，听我的阿爸爸上帝，清早起来学老主，中昼也学老主，暗时也学老主，要困的时嘛要来学老主，因为你是值得称颂的万军的统帅。既然你祈祷的，你会注意听；既然找求你的，会找到你。感谢你的应允。你每日通过牧师引带阮强读，要将阮受掠的灵魂带倒转来。伫迦南教会中心栽种，互迦南教会哪来哪坚固哪勇行，会当将你的疼分互搁较侪需要的人，落实伫迦南即个社区。迦南会当成做桃园即个所在的光甲盐。愿谦卑仰望你的话语，献上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好，咱读到耶利米书第31章，特别31章31节，就是上帝甲即个以色列人通过耶利米，爱伊写落来，见证伊要甲百姓立新的约。即个新的约对照就是因伫出埃及来到西奈山骹所立的即个约。咱通过即个次序，咱看到这拢是伫西底家王做王的时期，特别也是伫即个国家南国特别灭掉的时，所以照即个时间点来看，31章，31章，伫西底家王做王的第10年。然后咱今日要看的32章，甲明仔载33章，有关也是伫西底家王的10年。但是应该是伫即个新的约的前后差不多的所在，可能较前是史书啊。然后到38章，咱看到是西底家王做王的最后一年的最后的情景。然后39章开始，连续几啊章就是即个国家灭亡的时，所发生的代志。所以耶利米伫后壁，咱咧读时阵，变做是一个咧看故事，真开始是咧听预言，听上帝的信息。但是27章落来以后，咱都看到，拢是上帝伊所应验预言的代志，拢一件一件来应验来发生咯。当咱看到31章，是上帝安慰百姓的信息，对30章到33章中间，上界中间的这个精华，就是上帝因为互因真心都搁转来以外，上帝嘛要立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就是要互因对上大甲上细，毋免搁去教别人来认捌上帝，是因就是拢要认捌上帝，而且因是真正得到上帝的赦免，上帝嘛无搁记伫因的罪，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救赎，甲信心保惠师受差遣来要带人来认捌主、认捌上帝的即个应允新约。即个新的约，上帝嘛有讲，除非是即个天地万物日头月亮拢消失，无即个新的约会永远伫地。这亲像看到迄个彩虹，想起即个那的即个大水，上帝无要阁用大水来毁灭审判人类啊。共款咱若看到日头月亮，看到大海，这自然界的定律。咱就知影，即个新的约是永远有效，这是一个上帝伊安尼来应允，安尼来颁布。好，接着咱要来看今日的32章，是讲到犹大耶路撒冷的复兴，一直到33章，拢是32章的部分，是耶路撒冷要复兴，上帝爱耶利米做一个真奇怪的代志，就是去买土地啊。这个土地嘛，毋是伊买，是人来叫伊买。耶利米伊领受上帝的启示，伊就甲上帝祈祷，
但是基督的尾啊，伊讲太有咧叫伊尾呢，上帝甲耶利米回答，因为上帝要通过巴比伦，虽望通过巴比伦来刑罚百姓，但是上帝要互因归回，所以这已经重复几啊摆，总是这个归回，就代表讲这个土地，即马看起来无价值，但是将来归回时，这个土地是也有价值的。好，咱来请过咱姐带咱来读今日圣经集，但是咱要对31章的第1集来读到第15集1到15节哦。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就是尼布甲尼撒统治巴比伦第18年。上主对耶利米讲话，迄时巴比伦的军队包围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互人关伫犹大王宫的家业。犹大王西底家甲先知耶利米关伫，问伊讲：你是安怎有言上主安尼讲？我要将这个城交予巴比伦王，伊会攻占这个城。犹大王西底家一定脱袂开巴比伦人的手，会互巴比伦王当面审问。巴比伦王会甲西底家掠去巴比伦，甲因留伫遐，到我甲伊管顾的时，上主阁讲：恁甲巴比伦人交战，一定袂赢。耶利米讲：上主甲我讲，你的阿叔沙龙的囝哈拿别会来你听，甲你讲，请你甲我伫阿那突迄区园要转去，因为你是我的至亲，有管你赎回。阮阿叔的囝哈拿别果然来找我，甲我讲，请你甲我买我伫便雅悯地区阿那突迄区园，因为你有继承的优先权，请你买。我就知上主确实有甲我讲话，我就用193公克的银，甲我的这8兄弟哈拿别买迄区园，我伫契约书签名封起来，请人来做证人，凭文互哈拿别。我照法律的规定，将封密甲无封密的契约书，要卖契约书，当我的这8兄弟哈拿别签名的证人。甲伫关押内的犹太人面前交予马西亚的孙尼尼亚的囝巴录。我伫因的面前交代巴录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将封密甲无封密的契约书拢收点归去内面，长期保存，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讲，将来。人会搁伫即块地买卖厝体、田园甲葡萄园。好，多谢。这段咱看到上帝享受新的约的同时期，即嘛是犹大王西底家的第10年，咱知影就是过1年，其实无到1年的时间，过几个月中间，这个国家就灭掉，第3摆巴比伦过来要来掠这个犹大国的人民，这也是巴比伦王最王的第18年啊，尼布甲尼撒最王的第18年，已经来过2道啊，即马第3道嘛得要来，但是呢，迄时耶利米去互人关伫犹大王宫的家业，好下本讲护卫兵的院内，护卫兵的院内，这是咱头一届伫圣经看到这个所在。为什么把这个耶利米去互关伫遮呢？好，咱当看耶利米书37章啊。后壁37章，咱看到西底家王本来有请耶利米为国家来祈祷，但是呢，上帝耶利米甲这个西底家王的祈祷就是讲，唔通去帮助埃及，巴比伦即马虽望，因要来攻打，但是因走去南边，甲犹大伫交战，毋是甲犹大，甲埃及伫交战，所以由巴比伦将是。分心，无法度专心。但是呢，耶利米讲巴比伦一定会搁转来，因为伫国内有人认为讲即马巴比伦去拍埃及了后，伊就袂搁转来。但是呢，耶利米是报忧不报喜，结果耶利米因为安尼预言呢，伊就袂搁转来。但是呢，耶利米是报忧不报喜，
结果亚利米因为安尼语言呢，伊埃及的军队瓦军，所以巴比伦的军队就离开耶路撒冷。表面上看起来是安尼，所以亚利米伊就来去到即个上帝交代伊的要去分伊的家，即个产业啊。但是咧，伫迄个所在，亚利米要去处理伊的土地代志，就叫人报讲，了白啊讲，伊是要去投降巴比伦咯，伊要去引清军入关安尼。亚利米讲无，伊毋是投降，伊是要去处理伊的个人的代志，但是因就真生气啊，将巴比伦关伫书记，王宫廷书记官约拿单的厝，迄间厝呢已经改做监牢啊，监牢关5啊久呢，因将亚利米关伫地牢，几啊日。然后西底家王就派人甲亚利米带来，伫王宫私下，所以应该是面对面问伊啊。上主叫我甲你讲啥物？亚利米讲有，你会互巴比伦王掠去，这个佫是报忧不告死，西底家就足生气，你为虾米甲我讲遮歹话？但是咧，亚利米是佫咧口劝伊啊，讲伊爱听上帝话，嘛请伊毋通互伊。佮甲伊关伫迄个王宫的监狱，无伊会死伫遐，但是呢，西底家王就下令甲亚利米，关伫迄个所在监狱，逐工互伊一块饼，一直到当时呢，到即个城的内底拢无饼通食的时候，就是没有马上杀他，但是就是软禁他，所以37章，咱。几工就看到，这就是为什么亚利米互人关伫迄个所在，关伫迄个所在时呢，其实它是软禁有饼通食，但是一工只有一块啊。另外西底家王倒来32章，伊就伫迄个所在，上帝的话就互亚利米讲，你的压制即八兄弟，就是你阿叔的孙啊，即个汉拿伯会来找你，叫你来买土地啊，然后你就来甲伊买，真正就来，佫真正买偌济呢？193公顷，这就是17地群啊，就是一个人，大约是1年半的薪资啊，迄当时的人做上半的薪水啊，即个亚利米伊伫即个软禁算王宫的监狱，伊竟然佫会当做买卖，然后伊的身躯边佫有真侪钱啊，这个钱安怎来？咱即个时阵亚利米大约是60岁。伊无娶某无生囝，伊所本着就是做祭司才会工课，而且所得啊，所以呢，差不多嘛是有可能伊是一世人，也是伊会才会欠落来，才会靠做的钱啊，来买即个土地。然后亚利米伊嘛无，伊知影这是上帝要做，所以伊就伫契约书签名封起来，请人来做证，佮平允互汉拿伯。照法律的规定，就是摩西法律的规定，这个契约书爱有2本，一本是封墨，一个是无封墨。封墨的，就是要做保存；无封墨的，就是要来做见证，互人会当看到。所以是一式2份。等伊这8兄弟，来时阵呢，有一个见证人，什么人呢？马西亚的孙，尼尼亚的囝，巴略，巴略啊，讲是马西亚，伊的老爸是尼尼亚，这个巴略，这伫亚利米书后壁就是真要紧，咱看到亚利米书就是这个巴略，伊所抄落来。到尾也是亚利米年岁大时阵，拢伊讲伊甲抄，然后这个巴略，伊也是这个见证人，所以伊可能是一个文书啊，是大师啊，伊的名叫做受祝福的，甚至这个巴略，因为比亚利米较少年，伊差亚利米60岁，巴略毋知几岁，但是咱伫以斯列记、尼希米记，拢有看到这个巴略的名，要继续伫遐出现，所以就安尼来保存，登记保存呢，就是封起来，放伫废弃的内面，瓦器的里面，继续来保存，这就是上帝讲将来人会阁倒来买卖厝体、田园甲葡萄园。所以咱看到32章，伫国家伫要灭掉，这个战争、瘟疫、饥荒开始，拢在发生的时阵，
大家拢赶快抛售，大家拢赶快将伊的这个产业处理掉，走去外国，走去海外。所以亚利米伊的这边的这兄弟，就是嘛是亲情，嘛是来叫亚利米买，亚利米甲叫人看做戆的共款啦，来办这个代志。好，煞只16集到35集是亚利米的祈祷，这个祈祷就是亚利米用足大的篇幅，伊在感谢上帝、阿罗上帝，但是最后伊要问的，为什么爱伊来做这个代志？咱继续听贵兰姐，带咱读对16集到35集，16到35。我将买卖的契约书交互尼尼亚的囝巴录了后，就对上主祈祷讲：至悬的上主，你有用权能甲大气力的手创造天地，无一项事你做袂到。你用慈爱对待千万人，毋辜照是大人的罪，甲因的后代报应你。你是至大全能的上帝，你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你的伟大，你的计划伟大，做代志有气力。你注意地看世间人的行为，照逐个人的所做，甲因报应。你伫埃及行神迹奇事到今仔日，搁伫以色列人甲世间人的中间安尼伫做，互你家己伫今仔日有名声。你行神迹奇事，用权能的手有气力的手骨，甲大搁通行的事，带你的子民以色列出埃及，将你对因列祖宣誓应允，要互因流奶甲蜜的地赐互因。因一个入来占领这块土地，煞无听趁你的话，无遵行你的律法，你命令因就是行的，因拢无做，所以你互因拄着这个灾难。但对着已经逼我来，企图对要攻取这个城，这个城嘛，因为战乱、饥荒、瘟疫含落地来攻击伊的巴比伦人的手。上主，你讲的已经实现，你嘛已经看到。至悬的上主，这个城已经交予巴比伦人，毋过你竟然叫我着用银买田园，搁请人做证。上主就对亚利米讲：我是上主，是全人类的上帝，兼有啥物事我做袂到。我要将这个城交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军队，伊要攻占这个城，攻取这个城的巴比伦军队会入来放火烧城，嘛将伫厝顶甲巴力烧香。甲外邦的神明献奠酒祭，了我想起遐个厝，遐个人的厝全部烧了。以色列人甲犹大人对少年的时，就一直做我看做歹，结我生气的事。上主安尼宣告：这座城对起造的时，到今仔日不时结我发大生气，所以我要对我的面前甲伊消灭。因为以色列人甲犹大人，包括因的君王、官员、祭司、先知，耶路撒冷的居民以及犹大人民，拢做邪恶的事，惹我生气。因骹只拼我，我要正面，无要正面看我。我虽然一遍搁一遍教示因，毋过因拢无要听叹，毋受管教。颠倒将可恶的偶像菜伫为着敬拜我来去的圣殿内面，甲即间圣殿拍拉山。因伫新伦珠山谷去拜巴力的山头段，伫遐献后生查某囝互摩洛。遮个代志我拢毋捌叫因做，我连想嘛毋捌想过，因竟然做遮个可恶的事。互犹大含着罪。好，多谢。好，这段是亚利米的祈祷，对16集一直到25集。这个祈祷中间，是充满亚利米的恶乐，甲头前15章以前亚利米的埋怨无共款。
迄阵上帝3摆禁止伊祈祷，但是16章以后，亚利米祈祷，上帝拢讲 OK， 上帝嘛甲伊回应。这个祈祷中间，讲到上帝3个部分，伊是创造者，伊是审判者，伊嘛是在执行在计划者，计划者的代志。所以咱看到亚利米对上帝儿女，讲了真多真好真水，其实17节到23节，遮讲的拢会当讲是金句啊。但是呢，亚利米伊的问题，煞是伫后壁，因为上帝在执行这个代志，24节已经来发生啦，这对着已经讲大礼拜啊，上帝你的话嘛已经实现啦，你拢看到啊。但是亚利米的个人的问题是，至关的上主，这个城已经交予巴比伦人，虽望即马巴比伦甲埃及还搁在战咯，但是亚利米知影，上帝已经交予巴比伦人。毋过你竟然叫我着用云买参园，搁请人做阵啊！亚利米，伊无了解，但是亚利米原来是顺服，这个顺服就是买拢完成了后。契约拢拍好了后，伊才咧问上帝，安尼到底有啥物路用？即个土地伊无啥值钱啊，但是原来会当，原来爱用不遮侪金银，上帝就甲伊回应咯，对26节到35节，上帝回应是，伊是主，伊是伊就是伊全人类的上帝，无啥物代志伊做袂到，所以上帝看见亚利米的信心，只有到上帝遮，但是亚利米的信心还未到上帝确实要互因受掠倒转来，因若受掠倒转来，原来需要土地，受掠倒转来，即个土地原来是有价值的，受掠倒转来，因犹原要伫即个所在继续安居乐业。所以这是上帝计划啊，所以这嘛是上帝爱亚利米一种的投资这个投资嘛，当讲伫咱基督徒来看，当讲是一种天国的投资，也是讲危机的经济学真侪迄个发战争财但是上帝毋是爱咱发战争财，这是上帝爱亚利米伊做代志，因为连人买拢是上帝派来。上帝搁一届重申，伊要将即个城，拢要来甲伊毁灭，因为遮个百姓领伊受气，特别30节，犹大人、以色列人，即对兄弟南北两国，对少年的事就一直做我看我我看最歹，叫我受气的事就是讲因对出埃及的事，因着伫旷野就拢无听话伫遐差要食水，才要差要食肉，差要转去埃及，就是对因少年的事，就定咧惹上帝生气，总是上帝要因为因遮的君王、官员、祭司、先知、子民，甲犹大人民拢做遮邪恶的事所以上帝拢点名，因呢拢做上帝看做邪恶的代志，上帝要刑罚，因较只偏我这句话呢，对第7章、11章、25章、26章，到今日32章，误解，上帝来讲起就是上帝在讲的拢无在注意搁较只偏背向上帝现在中译本翻成翻脸不认我，甚至34节开始才讲的伫甲35节，才伫第7章的所在，就讲起着，这就是历代志下33章、34章。列王记下21章、23章，拢有讲到遮可恶的代志。上帝想拢毋捌想，因竟然去想出上帝毋捌想可恶的事所以上帝一定爱驾时要刑罚。对玛拿西、对亚哈斯，其实就有就是希西家王的老爸甲伊的囝。最后一段36节到44节，咱请桂兰姐继续带咱来读。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但关系你伫讲的，因为战乱饥荒、瘟疫陷落伫巴比伦王的手的即个城，我要将伊的子民对我伫愤怒大生气中，甲因流放去的列国组织起来，带倒来即块土地，互因伫遮安居乐业。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因的上帝。我要互因有共一个心志，行共条道路，永远敬畏我，互因甲因的子孙享受福气。我要甲因立
永远的约，无要搁放杀因，我要赐因福气，互因专心敬畏我，袂搁越走离开我。我要欢喜施恩互因，真诚真心真意，甲因栽种伫即块土地。上主阁讲，我安怎甲遮个一切的大灾祸降落互遮个人民，嘛要亲像安尼将我的应允，要互因的大福气，拢赐互因。恁所讲即个已经交互巴比伦人，变做风暴，无人嘛无精神的所在。袂阁有人来买卖田园，伫便雅悯地区、耶路撒冷周围，以及伫犹大山地、山坡、尼吉夫的城镇，人要用银买卖土地，伫契约书签名，甲契约书封捌，请人作证。我要甲收掠的人带倒来。上主安尼宣布。好，多谢。第36节到44节最后这段无真长，但是上帝讲了非常的清楚，甚至是头前上帝讲真侪拢是头前的预言，上帝要做一个结论啦，就是讲到上帝要互百姓归回，所以上帝讲就算讲是战争、瘟疫，遮个饥荒。但是上帝犹原要甲因组织带转来，互因会当继续安居乐业。伊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伊的上帝。31章30章31章，咱拢有读到30章的最后倒数第2节，甲31章的第1节重复。够24章的第7节，所以安尼今日这是第4次第4摆，这是伫出埃及时阵上帝所讲的。然后上帝讲要互因降一个心志加些专一的心，专心寻求就必寻见了。这是29章的时阵，上帝的应允。但是这个降一个心志呢，是代表降一个心志，降条道路啊。和合本只有用4个字来翻这句话，叫做同心同道。降心降路啊，同心同道。好现在中译本翻专一的心，好终身敬畏我，这是教义艺术来翻译。所以同心同道这个艺术呢，会当看到是伫24章有看到，31章有看到，然后还有伫这个以西结嘛看到上帝爱因为同心才当同路啊，所以这是真要紧的。夫妻嘛是安尼，家庭嘛安尼，教会嘛安尼，安尼才当永远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就是尊敬上帝，因为因拢无敬畏上帝，用脚趾拼对上帝啊！上帝要甲因立永远的约，这个永远的约是除了新约，这个新约就是代表 forever 永远啦。所以永远的约呢，耶利米书50章有讲到，以赛亚书55章61章拢有讲到，这个约是耶利米讲新的约，但是以赛亚早就讲过，这个约是永远的约。上帝要赐福因，互因专心敬畏上主，无搁越走，搁离开上帝。上帝要互欢喜，上帝要欢喜施恩，互因真心真意，甲因栽种伫即块土地啊。尽心尽意啊。这个尽心尽意呢，啥要尽心尽意，其实是上帝啊，上帝要尽心尽意。伫大界面就是要尽心尽意听上帝。但是上帝因为伊即个永远的约，伊嘛要尽心尽意来听伊的百姓，甲因栽种即块土地。所以上主阁讲，上帝虽望用遮个大灾祸，互遮个所在变做风暴趴远，但是重点就是以后会阁有人来买卖即块田园。所以今仔日耶路撒冷的遮个产业主权检采嘛有耶利米的份哦，阁算是耶利米，若是照即个契约来讲的。那会当有人去找到迄块封起来封捌的迄个契约，安尼耶路撒冷阿那突城啦，阿那突城，就是耶路撒冷的附近，迄个嘛是算耶利米的份。伫便雅悯遮讲的地区呢，拢是买卖土地，所以耶利米伊嘛占一份，所以上帝互耶利米看到异象将来，即个永远的约永远有效，所以耶利米虽望
做一个投资人看是看做牛戆，其实这个投资是天国的投资啊。今日咱的根据有不只多咱看是对26节26节26节上主讲到27节，我是上主，是全人类的上帝，叫有啥物事是我做袂到的。另外阁有37节，37节才有写着，我要互因有共一个心39节37、38、39，我要互因有共一个心智，行共条道路，永远敬畏我。互我甲因的互因甲因的子孙享受福气。41节，上主讲我要欢喜施恩，互因真神、真心、真意，甲因栽种伫即块土地。好，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贵人姐，那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通过亚利米伊所买卖的土地，会当成做一个真理的教导，会当成做永远的约的祝福的应允中间，互阮听土地也听土地的人民。人民虽往一代过一代，但是这个土地永远存在，互阮好好珍惜阮所上帝互阮的这个产业包括阮伫这个产业顶悬生活徛起的人民，也有信心保惠师来充满，互至大的甲上细拢要来认捌主耶稣，认捌上帝国的领导。愿上帝你也是阮伸手甲阮同在特别也看过苏勋节甲这个昨开刀的这个刘弟兄，也求上帝你甲因同在，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灵拢得到勇壮，得到坚固。阮也将阮每一个兄弟拢交托伫上帝手，愿上帝赐阮平安喜乐。安尼感谢祈祷恳求，拢是奉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大家。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